唉，落地開花，富貴榮華，打到腰都拉斷啦，波又打爛，腰就拉到腳仔軟，衫都除埋。啊！打咗53分鐘，話心跳130幾啊！啊！平均係咪？唔係啊，瞬時啊！唉，所以，嗨，咁嘅場地，啊，咁嘅場地都打到咁激喎，135喎，心跳140幾喎，大哥啊！半場53分鐘休息，哇，都算經典啊！你都算狠啊嚇，今日睇下。幾誇張，波都打爆啊！咁嘅場地都居然可以打爆個波啦！我哋繼續開檔啦喎，打到衫都除埋喎嚇！啊，都好暖下今日啊，好似冬天都一身汗一樣係啊，真係〜